想先問導演咧，呢一套電影個名叫做《荒島美人魚》啦，睇到個荒字其實都有啲玄機，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套戲咧？咁其實啊，荒島美人魚有個荒字，咁好明顯其實就同一個大話有關啦。咁亦都因為呢個大話咧，咁就令到兩位男女主角認識啦。咁其實就亦都因為咁樣咧，就改變咗我哋兩個之後對愛情或者對而家講緊童話，我哋個主題童話嘅一個睇法啦。咁其實成個古仔開頭都係頭先已經提過啦。咁講緊一個係曾經因為原生家庭啦，或者係曾經失敗過愛情嘅一個編劇。咁佢唔再相信愛情，但係佢又咁啱要去寫一個佢最唔擅長嘅一個題材嘅一個古仔。咁佢就但係咁啱就遇到一個比較之感性嘅姐姐啦。咁然之後就令到佢改變咗佢對呢個愛情。原來佢發現咗，原來童話周圍都係嘅，只不過係我哋人長大咗就發覺好多嘢就已經忘記咗。明白，多謝導演介紹。再嚟問下 Irene 啦，作為女主角，先同大家介紹下呢個角色先得唔得？我呢個角色其實係演一個民宿嘅老闆娘。咁呢個女仔咧，其實因為喺台灣失意啦，咁就啱就喺佢失意嘅時候遇到呢個男主角。靚仔。咁呢個男仔咧，其實係一路我同佢交往都喺網上識嘅，一路都冇見過對方嘅，但係嗰種感覺係大家已經好親切，同埋已經喺網上建立咗好重嘅感情，即係大家會 miss 對方啊。咁到見到面嘅時候咧，我又唔係好敢去愛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當中有呢段姊弟戀係好 touching 同埋好好睇嘅，又有好多好幽默嘅一啲元素啦，跟住加埋又我哋嗰段感情又好寫實，同埋係我覺得好感人咯。到我同佢嗰段時間係，因為我有佢啦，咁所以到後尾差啲同佢分開，但係最後係點咧？大家就要睇啦。哇！呢下犀利啊！等最後係點？等大家可以期待下，同埋有啲嘅幻想空間。咁再嚟問下男主角啦，也可以介紹一下你的角色，可以嗎？哦，在裡面呢，我飾演的是一個電影的編劇，然後他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會很天馬行空，然後他比較不相信童話故事跟愛情故事，因為自己家庭背景的關係。但是遇到了 Irene 姐飾演的老闆娘以後，他不知不覺的就跟 Irene 姐一起寫下屬於他的童話故事。好，明白啊！感謝你的介紹，同時也問一下兩位，就是在合作過程中，因為咧知道係啦 Irene 同埋阿 Bruce 啦喺戲入面都會有一啲嘅交流啦，甚至咧睇到好似有啲比較親近啲嘅一啲嘅戲喎，個感覺係點咧？同大家講下，不如 Irene 講先。首先，我覺得戲裏面有好多好搞笑嘅情節，例如去到 pat pat 啦。哎呀，呢個真係，我記得你話好似上月咁喎，你做訪問嘅時候啊。因為佢個 pat pat 係好圓。你聽懂嗎 ，Bruce？ 你聽懂嗎？他說就是有一些東西很白很圓，很圓，像月亮一樣圓。對，沒錯。嗰場戲係好搞笑嘅，佢不嬲又圓又白啦。跟住有好多好搞笑嘅一啲scenes 咧，係好，即係啲觀眾會睇得好開心嘅。咁但係我覺得最主要係我哋嗰種親熱戲係，因為我哋喺網上交友，所以好多場戲咧，我哋係喺個電話度去挑逗對方。咁所以嗰種見唔到對方嗰種幻想咧，會更加，就是更加有幻想的感覺，對。而且到我們真的是見面的時候，到真係我哋真係有親熱戲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幻想，即係亦都係大家可能好醉啊，我哋食咗一種台灣嘅一種特產咧，食咗之後咧會有幻覺。導演想補充喎，係咩嚟㗎？導演？你講晒成個人。講得太多係咪？好禁止係啊，好堅持不能再透露。因為呢一 part 我覺得係好睇嘅，呢 part 好睇。進那個電影院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然後同時問一下那個 Bruce， 就是你在現實中你會接受那個姐弟戀嗎？會被像我們 Irene 一樣的這種很美麗的民宿的老闆娘的角色吸引到嗎？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初戀就是姐弟戀，所以對我來講一點都不陌生。對，然後在拍戲的時候，我要一直壓抑自己的內心，就是 Irene 姐真的太像仙女了，所以要讓自己拉回來，不行，不小心就愛上 Irene 姐這樣子。對，但也謝謝導演很專業的導戲，全部的工作人員也要壓自己。壓抑，對。Irene 感唔感受到大家嘅壓抑咧？其實我覺得拍呢部戲真係好開心，因為我哋喺台灣墾丁拍咧，啲景真係好靚，最主要導演拍得好靚。
因為阿 Stan 係一個廣告導演咧，所以佢喺啲畫面嘅構圖係真係好靚，即係賞心悅目嗰啲鏡頭係。攝影師有功勞，攝影師今日都有嚟。我哋不如俾啲掌聲台前幕後成個團隊啊！